报决定令张宏把领导看鸟上，罗南桥熊230能够1北里沙布劳，星期四农历落地能够1，罗南没有晒布的蒙查满。全国人大代表张立强举上章，我多中潮州对群众洞察热潮华湾检查。越南草路地球将高占用市容和办公活动。主要个这位常委会卡第一波能够表达扩大会议。印度呢，正要关工作，当地叫公差占用。越南省草路地球丢莫等到站容注意，我多种关键难度叫叫来得工，当地叫上南极公差。有红湖州营养性，说到疫情多潮，对端hình正满洲路产塔，只有贪普布木。农历结束呢，要抓烂抓地，到下多公hình朝农田差。马正强上南一会朝南农田差，就一木拉受到一差欧巴检地路算，划算也比差上都受到到。农田叫政府口，被加沙完蛋上南摩到容易。今后呢，文山州西筹县草路地球对路头南，地球个市草路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发盘挂钩，农历技术干部保守保盘掌握法能，我多种组织农历技术能满足热潮能热，满足抓烂抓地，包括其公差呢我种强开幕。估计上南要和辣椒包谷划算叫北木。鸟普洱。大理、文山等地球南正满洲养育营，朝考验能热，他农历技术能让抓烂抓地满我手手。北些有营一会也不波路碰，早鸟叫一查找不目的，保证的农南一波份目就叫2分招收多高，到走花口的多功能叫么叫，对有营一波份目也就只分短多用。桥公桥龙采样完地。临沧市农工管理站和一路县区农业综合执法部门办专项清查，蒙沙拉地球个和农工的考求，报道其公差呢我种强开幕。究竟是张义区完地谋划，我种准备办其公差呢抓头的采样，华南包谷对高阳鱼对农工农站呢一化对三足球，办公活动抓头的采样莫次莫错，造势市场大图。农地，这位主改常委会卡第一波能够表达扩大会议，各校习近平总书记要说当时学习教育动员大会我的重要讲座，他亲身办我当时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。会议下达，要保证包容学当时的北路要求，让中习近平总书记头讲座下做学着陆方面的内容，是说着重当时学习教育，暗杀政治干扰。这位书记陈明主持开会，张秀兰、杜建辉、张琪、王毅、李涛、王大明、李红、李新强、李永忠、梁应明等六组呢多开会，许昌比、吴长坤等六组呢例行会议。会议下达，习近平总书记要说当时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的重要讲座，为全党办中当时学习教育都用了给，泉州传奇党组织他答应干部。也认真教学，认真保重口中，总高成为部署安排，实处抓重贯彻落实。以也保证保重当时学习教育北路必然要求，组织担任干部从查判查切，保证保重讲解，和善尊重奥路拿酒，完难干啥政治判断探索、政治领域探索、政治执行探索。欧亚总高习近平总书记讲路下座。我多种教学着陆方面的内容，是从快学的老本到他当时新中国史、改革开放时他社会主义发展史重要参考资料。我到专题学，北亚总高目标占用，全面落实中中央他省委规定样板的地，那要华南办学习教育，让团体老山精神，他那雄差西走精神，莫安办到足球，莫稳定查行动。但我全镇办中当时学习教育的统一安排部署，筹资担任干部蒙办中在口传统，受到华南投资农干的实践要求。老亚总高直通的成绩、直通联友、直通前提的党组织他担任情况，统筹安排发展调查，投资形势差，加学习教育办蒙做党支部，加传令传头担任干部都到处教育。
会议传达出席全国脱贫攻坚终极标准大会精神，下达也始终团团办团精神、他老山精神、那雄差西头精神，始终要活办团内容办到了融经验、融文化，加引前头的短行、引前头的事，激发对群众将你们过沙楼梦办去，也始终一路平台非常感激，苦中之不找不的主意。我多种沙他班抽对用意找不的短行，技术角度来说，使出班抽产业、就业、科技对潜能，抓种不对球展考球鸟导干的班抽内容，加班团基础要花多，成效要花重。也总告中央1号文件部署要求，抓入统筹地抓，此科此出的政策体系、工作体系、责任体系、制度体系。使出筹资热烧花完。会议传达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他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。会议下达，也抓重政治难章，总告出席宣传贯彻习近平那雄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总告重点群体，总告操练操图群众，办对象化、分众化的团查理论熟悉宣传，突出样板的内容、软件的内容。总告拱火中国共产党深走到一波雄工作，使出抓重传接宣传教育活动，也筹资团队容染刷，使出培育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使出暗杀干部群众的思想水平、政治觉悟、道德品质、文化素养他精神状态。样板中提高不了咨询规划收到内容，总告提高不了咨询规划蒙办内容差。我多种美化群众提高不了咨询文化发展，我多种组织办法，筹资文化产业活动要花容，加米业要花到容，头头容给差。也入抓安全反省，我的单位单主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任务清单，拿进拿容章，关容查战阵地，主动办容内容，积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。会议还研究了北切内容。今天的岳福宁县人社局办理保农行动现场招聘会，要负责广场办，自广州、深圳、上海、广西等地区呢多来几年，总组就多种那个包容摊，来越多人维护了所梦，或扩展宣传资料，让招聘会呢中户流满到，可的工资那么之少，越来多少多弄的多人到。透过要办落开车，弄那些不服人的那么一路招聘会，估计上段弄些，上茶湖流啊，农路环境，上多些敢查到一路河沙的湖流。让招聘会呢要福宁县老炸弹我来投上招聘会，以查中湖流的去防备多人违法。河南云南生活水利有限公司为大保护蓝水，越多人越当到，工资那可多么之少，要来很多人对三毛。让那越多人挖湖流，被主要越得多张车购买B2照烧的驾照，越多张查车，越挖毛给少的多人的呢，被要求要能够想做不小相多呢，文化程度要求要高中招收，被容沙在到错人错多参加被云南生活有限公司。早头网报道，为了帮助让就业服务内容呢，福宁县人社局通过挖动态监控。等到都能让的等到时找论到这情况，手机越多人挖湖里扫盲，我越多人挖湖里扫盲宽卡口的群众，宣传就业政策，使上办山农村群众得中门到时的活动呢，挖多种服务得能够上查湖里挖，将嘛要换到的多人查到湖里挖，口到咋？得不能多查，被办的地区的办子花泵、办子口、办日化照等拖延容高很。而本土呢，正要对莫到的对，莫被的中山办的容解容量。而本土呢，要问山市把新乡路球桥插木子花泵，一模三模对办花泵等拖延不中不行，印度叫穿模。就宣告龙布办的人口部，对每样话莫乱度，窗口都送沙行。
华鸟关南变成在英文社区欧潘图给，一早早只肯弄拉那头部板凳，印度脚错多就干老，家能杀只走落，伢只走弹。地能头给冷冷对摸老手指头落，够落在家豆沙。关南把妹说讨厌亲戚我时，地办农手那团团人用啥行？行到多年到去就叫哪吒叫民员门前我时，蒙沙办农手蒙沙产。要筹备铺着和亲戚我时，地办花崩一斗斗头部前动，铺着和地雷兰擦时用啥行？头做米给。那trở地bàn chú can thảo ra trở sản độ trả nên rộng xa hình. Nó là lấy thao cố kể lòng mong, bây ít sự lọ kể ít lọ lọ, bạn潮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。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“蜜蒙花”。蜜蒙花，苗语是这样说的：板潮。请跟我一起说：蜜蒙花。板潮，板潮，蜜蒙花，蜜蒙花花香四溢，板潮豆就干老。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，再见，沈志乱。让兰把决定能掌握，侬拿来蒙查就下装的呢，甚至乱。